綜合160條嘅留言整體氣氛，可以見到一個明顯嘅轉變。5年前，移英港人討論重點係點樣適應、點樣生存；而2026年嘅今日，隨着永居同埋入籍在望，討論焦點已經轉向務實同埋財務導向。觀眾唔再係將留低或者係回流視為背叛或者係失敗，而係一種因應大環境千變而動態策略嘅調整。大家好，我係 Simon。隨着2026年越嚟越多嘅移英港人達到5年嘅居住門檻，準備申請永居甚至係入籍，一個曾經被壓住嘅問題漸漸浮上水面。拎到身份之後，應該係留低定係離開呢？今日就同大家睇一位移英港人嘅真實分享。佢就從3個方向政治、經濟、民生嚟分析英國嘅現況。另外，我亦都整理咗相關超過160條嘅觀眾留言，歸納出4個主要派系嘅真實聲音㗎。呢位移英港人首先就提到推動部分香港人考慮離開英國嘅3個主要原因。第一個就係經濟持續下行，薪金增長緩慢，稅收又高，物價同埋能源費不斷上升，生活壓力明顯增加。佢就話以前覺得英國生活成本都可以接受，但係依家每個月嘅能源費同5年前相比係貴咗接近1倍㗎。第二係失業率回升，整體失業率升到大約5%，年輕人嘅失業率就更加高。佢身邊就有家長朋友擔心自己嘅小朋友將來大學畢業之後，同樣會面對畢業即失業嘅呢一種困境㗎。第三就係政治右翼政治勢力崛起，英國改革黨喺最近嘅地方選舉表現強勁，而佢哋咧係主張反移民、反歐盟㗎。即使拎到英國公民身份，部分嘅香港人就仍然憂慮未來嘅政策轉向係對佢哋唔友善，甚至可能會影響到已經入籍嘅新移民㗎。佢就強調呢3點唔係一定發生嘅，但係就真真實實咁樣令到身邊開始有人動搖㗎。咁係咪留喺英國就一定冇轉機呢？佢就認為英國經濟嘅長遠出路可能係同重返歐盟有關㗎。佢就引用一啲最新嘅民調數據，睇到支持重新加入歐盟嘅人係有55%，反對嘅有33%。即係睇到正支持率都有正22%㗎。最主流嘅民意佔36%，就並唔係話要即刻完全重返，而係希望同歐盟建立更加緊密嘅關係，就例如重返單一市場或者係關稅同盟。不過佢都提到一個現實嘅掣肘，嗰個 AI 模型就預測，因應英國改革黨嘅崛起，未來10年重返歐盟嘅整體概率已經由40至到50%下調到25至到40%㗎。但係如果拉長到20年嚟展望嘅話，隨着年輕親歐嘅選民成為主流，機會率就有機會回升到5至到65%㗎。換句話說，英國嘅政治同埋經濟走向都仲係有好大嘅變數㗎。講完宏觀環境，佢亦都分享佢身邊見到嘅3類人士真實去向。第一類就叫太空人或者回流派，目標係好明確㗎，拎到護照之後係即刻搬返香港。佢哋就將英國生活視為拎 passport 嘅合約，完成合約就返香港賺錢生活。英國嘅物業就用嚟收租同埋保險，自己就兩邊飛。第二類就係生活上唔適應嘅一啲派系。呢一類人多數係退休人士，覺得英國會生活沉悶、天氣差、飲食唔習慣，佢哋又冇仔女負擔，就開始考慮移居去到台灣或者係一啲南歐國家，例如係葡萄牙、西班牙等等。
第三類就係堅定留低派，呢一類佔大多數，主要就以家長為主。佢哋嘅核心考量就係子女教育，願意陪小朋友完成中學或者係大學。佢哋咧係已經完全適應英國嘅生活模式，短期之內就唔會離開㗎啦。至於呢一個當事人佢自己就講到啦，佢就屬於第三類啊，因為佢係有兩個女讀緊書，未來幾年咧一定留喺英國㗎啦。而長遠計劃咧就係等呢兩個女返大學之後，就同太太以旅居嘅方式靈活咁樣生活，唔會綁死喺一個地方咁話。除咗呢一位移英港人嘅分享啊，我都喺佢嗰度咧碌下啲觀眾嘅留言啊，睇到4個主要派系啊，呢啲就真係真實回響，冇任何修飾啦。第一派咧係堅定前行派，佢哋嘅核心觀點係尊重個人選擇，無悔走自己嘅路。有留言就話尊重每個人對自己嘅選擇，自己嘅生活自己決定，外人冇得指責。亦都有留言話，我覺得保持脫歐係比較好㗎，只要英國政府回復正常人去管治，英國係有希望返回正軌，只係時間會漫長一啲。第二派就係勸退或者叫現實派，呢一派咧對回流香港係持好強烈嘅保留態度㗎。有留言咧就好簡單直接，回流咪回流咯，賴乜鬼同盟啊！第三個派系就相對理性啲，佢哋咧就將焦點放喺宏觀經濟同政治現實，認為重返歐盟唔係萬靈丹。有代表就留言話：我理解唔到點解仲想重返歐盟喎，俾你重返歐盟都唔會經濟變好啦，歐盟經濟都唔好，仲要法國、德國咁樣，不嬲就當英國係契弟㗎。第4個派系務實彈性派，呢個唔係單一嘅留言，而係綜合觀察。綜合160條留言嘅整體氣氛，可以見到一個明顯轉變。5年前移英港人討論重點係過到去點樣適應、點樣生存，而2026年嘅今日，隨着永居同埋入籍在望，討論焦點開始轉向務實同埋財務導向。觀眾唔再將留低同埋回流視為背叛或者失敗，而係一種因應大環境變遷嘅動態策略調整。報道嚟到尾聲，我就想分享下呢一位移英港人嘅一句説話，算係最深刻㗎。拎到英國護照唔係枷鎖，而係一個選擇權。去定抑或者留冇對錯，最緊要係根據自己嘅財務、家庭同埋價值觀重新計一次條數咁話㗎。整體上我自己覺得咧，呢一個當事人咧佢都算係想離開㗎。雖然佢成條片都冇講嚇，就因為有2個女兒喺嗰度讀緊書應該就讀完書先至靈活地住咁就大概都明啦，係咪？好啦，今日嘅影片就嚟到呢一度，多謝大家收睇到最後。鍾意我影片嘅朋友記得留言、讚好同埋訂閱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